咱这个结因为就是就是咱的因，啊，富贵因，那修的修甲讲你写，本上的时候，办事都拄在迄本，你这起来讲，就应该听讲咩？你有想跟大家告诉吗？因为天天活泼的，天天都是真的活泼，哦，天天真的天真活泼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一致。圣经马太福音那个，我实在告诉你，我做不回本来变成小孩子的样子，告诉各位今天，我实在坦白讲讲，您这信徒跟他排的是您的外表、你的行为若无配合变成你那迄个天真活泼，那安尼保证你无能进步。那天国迄个天给他收的钱啊，你是咱家感觉讲你是要怎么来？哦，我等下这个你甲对方安尼，你内底心态你甲对方安，我你正经我上次啊，圣者有一本三二九，以真圣者讲啊，就是反刍为本，如处所不如心。一本三二九，就是要达到性情方的境界。你今日起心动念，就是要强烈自信，强烈信心，当我你跟咱的出现当中，你来听到就来你起码就个，咱应该你菜市个你才没听到，这厉害不？你别晓得，你别讲咱这个当了噻。哦，什么人有经济菜市个边很多边什么很看里面讲，要让人家不受影响。哦，你若信得到我找得到，唔免人讲好人啊，你个是无，你信得到要是无。哦，我人听到讲啊，你个信心讲话，唔是讲来归你正地，啊，归你后你是出到钱吧，你正地你做头本啊，你做什么？他们是头本，啊，头本带到正地，哦，啊，伊也是人修出，变成讲，咱人就是像你的本性变为万事归根。虽然你万事归根，做事到尾，等于你无修出来呐。哦，你摆底下个人别讲做生意，你这人没有好快是怎么样嘛？那把工人，然后再回来，所以我们才说一心一志，一心一志。你的心那是点样做？那是要做的方法。咱像讲你的嘴水哦，咱就这样讲，我卡在样，无啥，你是免买，买一个啊。你问把这两个到位啊，啊你后悔所以用一条来看啊，袂注意看啊，啊你心也相干的。你若不心我看啊，你用袂着，用水去甲别个比的。哦，你讲自啊袂同，受因而起。你讲你若修着咧因义的因为，行是彻底了解，一心无问，是心无虚，是心真心。万变不变，一素在不腐因，素在平面也会变，素在因也会变，素在本来就有，满当中看不见的，而且方向感不像你的心也强调，即恰恰你让大家也要回到台湾，啊，那个心还是能够在哪里改变？可以原地。观天地生物的是信仰，写圣人科学的功夫，下手术数学都是真教授做成无形。当然，好天发表，天天既然要来生意，你们做文讲才教。老先从该要生意，这爸爸妈妈他不对的有信任，这个人信任从来不要求别人，信任都开始。啊，爱这个，天天生困难。我们听我家的弟弟，听我家的因为啊，